欢喜学台语，真福气的阿嬷。大家好，我今日要来讲35篇看工的日子记忆中。我细汉的时阵，阮阿爸定定透早天未光，就爱坐着古早铁路局国宝级的汽油的这个万户仔火车，一节一节乌噜噜连做伙，带着长工要去炭坑口载土炭，转来庄仔窑烧庄仔。阮阿公互阮阿爸会交代的肩胛头的使命，虽然真艰苦，嘛都爱忍耐。阮阿爸伫咧路中听到咚咚咚，红灯光啊爱休了哦，才会驶万户仔的火车的司机嘛爱足专心的，足注意安全的。好啊，行，慢慢靠，搁靠去到炭坑口要载土炭。听到嘣啊嘣，哇！搁放山，拄着放送机咧讲随风的煤尘搁爆炸出水出火的灾变。阮阿爸隔一时搁看到真侪家属，拢来伫炭坑口，有诶规个，有诶坐咧涂骹，咱做伙咧祈祷，听到八声、千声诶哭声，祈求因诶家属看会当平安出来无？迄当时真正一个主人家拢无法度好选择家己要生活的土炭的这个条件，地拢地磅子，不得不来炭坑内底做工课。若拄着大雨细雨，炭坑就放落去因的希望就无去所以因过迄款的日子，阮阿爸的朋友有人伫炭坑内底咧做工课，伊讲真艰苦，穿着短裤仔内底烧烌烌，干那会当啉茶尔。阮阿爸听着心真艰苦，伊转来甲阮阿公、甲阮阿母讲，因伫内底过着黑暗、淡淡的炭坑生活，甲一寡夜婆行过路共款。阮阿爸足坚强的，真团结，带着长工心连心，做伙拍拼，甲这个庄仔窑需要的土炭，甲圆满起来，变做土炭，乌土变成金，有钱的生活共款。迄个时代会使讲，阮阿爸真勇敢。伊今日101年的名旦，我感恩阿爸。